打假波最係咩原因咧？行程係咁嘅。我點樣理解啱啱呢個禮拜日咧，我喺澳門踢完波就翻嚟，夜晚咧就聽到呢個消息話，廉政公署喺一場比賽之後咧，去到更衣室咧帶走咧愉園一班球員同埋教練，即係我聽到咧其實心好痛同好噏嘅。點解咧？其實喺聖誕節之前咧都發生咗一宗咧涉嫌或者係打假波就屯門足球隊嘅事件，亦都係即係話 ICAC 啊或者係可能足總咧話高度去要介入調查。咁曾經何時唔夠2個禮拜又發生呢單嘢，特別愉園咧，大家都知道，如果香港係球迷知道，係一個老牌球會，超過60幾年。我同愉園係特別有感情添，因為回歸之後咧，我做過愉園足球隊咧3年嘅班主，97至到2000年3年。咁啊過去真係風光日子喎！我搞愉園嗰時咧，就每年都拎杯嘅銀牌啊、足總杯啊、聯賽，我拎勻晒啊。但點解今日發生到喺我身上聽到，哇！我曾經搞過一隊球隊。竟然涉嫌打假波，或者係做波，咁啊聽落真係心都噏埋。即其實而家香港球市已經好差㗎啦。咁呢單嘢當然我而家唔可以妄下判斷話係咪真係有人打假波。但係我梗係希望廉記咧或者係足總真係要正式高度去調查一件事啦。但係如果真係發生真有呢件事咧，我相信對個球市咧必然有雪上加霜嘅效果，亦都影響到咧香港喺足球圈喺國際嘅形象。咁事實上，現在成個足球圈一潭死水。如果真係發現打假波咧，我相信更加會打擊將來啲正當嘅投資者結冰啊，去投資呢個足球事業，冇人制㗎啦。亦都會咧即係窒礙咗咧啲年青人究竟應唔應該咧從事呢個行業。最少啊，家長都唔鼓勵呢啲仔女，喂，你唔好再入香港足球圈啦！香港足球圈不單水平低，仲打假波。咁冇嚟擁個仔女去呢個咁污糟嘅染缸入邊㗎嘛，所以其實呢件事件咧係茲事事大嘅，即係如果搞理得唔好，處理得唔好，而真係發生真係打假波咧，我相信香港咧將會將呢個足球嘅發展咧推向最低點嘅。咁當然我唔希望係呢件事發生啦，但我亦都唔希望咧係咪真係屯門或者係愉園之後，仲有冇其他隊咧？係會發生類似情況咧？久唔久咁呢個咧，我真係非常之，所以我呢個禮拜嘅心情好差，好差好心噏啊！作為一個球圈，雖然我離開咗球圈一段日子，但係我都係一個熱愛足球嘅。其實香港咧，中意睇足球或中意參與足球嘅人咧，係多過賽馬嘅喎。你以為馬迷多，其實足球球迷仲多嘅喎。啊，點解我哋成日諗點解香港嘅賽馬事業可以發展得咁好咧？點解香港嘅足球事業發展咁差咧？其實歸根到底，我諗都係一個管理監管，同埋香港足球總會咧，唔可以為香港個足球咧提供個高水平。你睇下香港個賽馬事業，哇，不斷闖高峰，入場人數啊，嗰個賽馬個水平啊，但係香港咧個排名不斷向下降。但係問題咧就係入場觀眾越嚟越少。我想問。